民办国纲，这才国国，其实咱就是富贵。因为你能够真的走出去，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只有咱能够健全，有健康就是财富。那么好人不寂寞，善人最快乐。哦，时时处处做人第一，时时处处理想咱幸福。像咱今日，阮蒋组长做一个帅哥，伊绝对比伊修理车趁钱更加幸福，有无？组长，绝对有。啊，互发钱这遐，阮仁者国场遐建议某传两个，咱那些小姐传两个记得。互发支持咱这个2、3年啊，甲今年才要走啦。哦，互发那个讲谢小姐，你今年应该先跑的行列，你绝对咱踏上这个行列，是讲我很努力。那么，这就是讲，咱今日以前懂啦，你趁钱就当欢喜。哦，咱新团结首先会当面对，比咧趁钱就当欢喜，因为咱是做了助人利己的代志，所以迄个时阵你上关就是吼。那么跟再来，我好久就来讲结论了，因为这位是死掉嘛。那么各位。